来看台北市最近有真侪件食物中毒的案件，像真出名的连锁蒸饺店北方分集嘛出代志。台北市卫生局伫昨接到病院的通知，讲有6个人因为食蒸饺甲番麦汤其中有4个人走白甲吐嘛去病院。卫生局去稽查发现讲环境是无介清气，要求限期改善。食物中毒的事件连环壁。连锁蒸饺店北方分集嘛传出亲像是食物中毒的案件。台北市卫生局接到病院的通报，有6个人初次去北方分集的分店食番麦鸡汤甲蒸饺，不过有4个人伫暗时7点半到11点食了后，小连续出现走饱甲吐等等的情形。半暝去医生看，怀疑是食物中毒。查有冷冻库层架风扇不清洁，冷冻库温度高于-18度C，墙面有剥落等缺失，已限期4月11日前改善完竣。其届复查如未改善完竣，处6万到2亿元罚款。卫生局派人去稽查，发现迄间分店有环境无清气等等的情形，要求限期改善，而且嘛抽检灶骹员工的手、盘也有内甕等等的环境的检体。代志发生了后，媒体去迄间店要翕，却去互阻挡。咱北方分集总公司伫初9早起回应讲，也无听到卫生局的说明，希望赶紧理清原因。北投公馆店呢是在4月8号下午的时间接获卫生局的那个查核，我们还是要等待卫生局能够尽快呢找出这个原因，厘清约160个人有用这个餐，到目前为止，我们总部跟门店也还没有接受到其他的消费者有身体感受到不适。大部分微生物都在7到60度之间滋长，所以说我们的熟食最好1-2个小时内把它吃完，吃不完的话就放冰箱冷藏保存。要拿出来吃的时候，一定要彻底加热，超过70度才能杀菌。服务专家提醒，民众在买食的时阵，除了爱注意环境，嘛要赶紧食好了，避免会生细菌。咱北方分集嘛强调讲，这间店已经有随做改善，因为是疑似的案件，所以也会当正常来营运。记者综合报道。